基本上這個動作又可以做片頭了。這一集的標題是譚老闆哭了。大家好，我係阿 Tom， 今日同大家回顧嘅係嚟自5月份嘅 KPC 邀請賽。咁今日陣容非常鼎盛。看你怎麼跟6萬配勾，很容易被那個壓制啊。咁今日咧打嘅係1000、1000、2000蚊嘅一條魷魚。當攞到3、5、7條魷魚係會翻倍嘅。第一鋪牌咧就有2條魷魚嘅，又係我哋玩緊嘅頭魚。咁阿 Tom 啊，即係我自己攞到副啤積。面對海洋 Open 2加斤，咁我冇位，我揀 free bet 咗一個比較大啲嘅 size， 唔想有咁好嘅賠率俾佢哋跟，因為出邊嘅死錢已經好多，連埋個頭魚咧，其實係有額外嘅死錢。有拍。順利攞到頭魚，我哋玩嘅係7人台，總共會有10條魷魚。咁第一鋪咧就有2條。基本上這個動作又可以做片頭了。這一集的標題是譚老闆哭了。好過我們。我很想說，你下半場就習慣了，我們該打沒魷魚的，反正你也拿不到。但是又怕人家挑撥我們關係。真的，你是這樣打，你粉絲都心疼壞了，我跟你說。咁呢鋪譚老闆同埋 Peter 老闆都有牌啊。譚老闆 Open pair 7。Peter 老闆有位置 free bet 咗 A Queen off。我們非常友好。你的碼是40是吧？沒有40，一共30點。咁呢一個 pair 7 hijack open 對住 cut off 嘅 free bet， 如果籌碼唔係好深，譚老闆係有機會直接波煙嘅。咁呢鋪譚老闆打翻後。Flop Queen 5、5兩隻葵線 ，Peter 老闆中得好，有一個 top pair top kicker， 仲有後門嘅 A high 花咗。但面對呢個牌面，譚老闆最少都要防守1槍。譚老闆跟個 turn 一隻葵線6。牌面對譚老闆越嚟越不利啊！譚老闆攞住一個蓋帽嘅對子，然後冇葵線。Peter 老闆嘅後手同底池嘅比例咧，大概係1.2左右。咁佢呢副牌我諗點樣都唔會 fold 噶啦，佢諗就係點樣分2槍打晒，打咗一個接近 half pot。要留點時間牌。就是那個洗手間位置遠了。譚老闆都信佢有牌。咁譚老闆喺呢個位都要有一 pair 嘅範圍去防守，但係如果全部 pair 都去防守咧，會太多。咁主要都會揀一啲有葵線嘅組合。咁暫時咧就我同 Peter 老闆有魷魚，我有2條 ，Peter 有1條。咁因為我已經有2條魷魚啦，如果我再攞多1條咧，就可以翻倍。咁我呢啲 Jack 9 offsuit 可以有 open 或者 lim 嘅混合策略，因為對我嚟講，出邊有潛在嘅隱藏死錢去爭奪。咁莊老師攞到牌 A King 同色，冇位佢揀咗 open 一個比較大嘅 size， 咁我亦都唔去搶啦，因為始終 Jack 9 off 去打翻後，始終都唔係幾好。譚老闆喺窗口位。平均咗有一副 King Jack off， 嚟到一個 multi-way pot， 大家都唔中。咁範圍上大盲細盲會比較多4啊同埋6嘅範圍。River 嚟隻煙，大家都唔中，大家都變成 board high 分錢喎。有冇人會出手去偷啊？海哥出手啊！咁大家都唔打，一路都比較少4同埋6嘅範圍。個 board 嚟咗4、6、6、4煙，咁啊大盲細盲，免費入池係會最多呢啲數字牌。ST 有諗法喎，會唔會諗去偷雞？將佢分錢打走，但係 ST 嘅故事完唔完整咧？個 flop 冇打，個 turn 冇打，放棄啦，唔偷啦。
本身一個分錢嘅 pot 俾海哥攞走咗。以我同海洋打牌嘅感覺咧，佢係好多個人諗法嘅牌手，佢係從來都冇話跟嗰啲咩人學啊，一路都係自己打自己去摸索，但係好有天分。佢亦都唔驚同一啲高額嘅牌手去打。作為一個老闆牌手，我覺得海洋係算係好難對付嘅一個。咁有一鋪 multi-way 嘅 limp pot。Peter 老闆 UTG A4 同色叫做係咁多副牌入邊最有質素一副啊，其他玩家都係攞住一集色牌。咁海洋同埋莊老師攞咗一副 Sam Hand 啊，都係一個 Queen 8 offsuit 一齊中咗呢個 fob 啊，一齊中咗3條。頂場喺莊位揀咗用70 off 去拎出嚟打，咁我亦都中意呢個 action。70 off 隱藏嘅 gut shot 亦都阻擋咗對手一啲跟住嘅範圍，10 J 啊、18啊、78啊、90呢啲範圍。咁亦都唔需要話去 check back 去 realize 自己 equity， 因為本身呢副70 off 就係冇乜 equity 嘅牌，我哋亦都唔介意衝出嚟打，然後俾人 raise 我哋就可以輕鬆掉嘅一副。情況開始複雜啊！頂場呢出嚟打之後 ，Peter 老闆揀咗一個 A4 suited 後滿花咗去 check raise， 可能佢覺得頂場位莊位嗰度有好多偷雞。咁然後莊老師再 re-raise， 咁莊老師真係有牌嘅，有個3條。海哥繼續跟。咁始終佢呢個女8都要再防守一下，就算莊老師真係有牌，佢亦都有一啲範圍咧係 behind Queen 8嘅，譬如89啊、80啊，亦都有機會喺個 fob 嗰度 re-raise。哇！牌面越嚟越複雜，又起咗花，又起咗蛇。海洋有咩諗法咧？佢見嗱佢嘅範圍咧，佢自己唔應該有好多花嘅，因為頂場啲出嚟打，海洋跟咗一下，然後一加 raise 一加再 re-raise， 佢唔應該有啲買花嘅組合。海洋啲出嚟打，咁莊老師亦都冇 re-raise 佢啦，大家都係蛇。咁呢鋪分錢之後咧，下鋪就有2條魷魚。哇！冤家牌，呢個陣容打牌嘅氣氛都係比較輕鬆，始終幾位老闆都係本身私底下成日一齊打牌，咁本身關係都好好。FC 有牌 ，One Open 咗一副 pair 女，咁出邊有2條魚，莊老師咧就跟住一個 King Jack Off， 咁呢個時候咧 ST 同埋莊老師都係冇魚嘅。ST 保護佢嘅個牌範圍 check 咗呢個 pair 女俾莊老師，我都好中意佢呢個 check。咁始終牌面都比較複雜，7、9 J 2隻階磚，莊老師轉牌即刻反超咗 ，pair up 咗呢個頂隊。莊老師再打槍，哇打得好大喎！出邊54000，莊老師打咗個5萬。咁但係從 ST 嘅角度嚟睇，呢個比較複雜嘅牌面其實都好多買牌。咁雖然 ST pair 女阻擋咗女10，咁但係出邊都會仲有好多階磚嘅買花啊！哇，連花都到咗。咁莊老師肯定會再打啊！哇！莊老師打一個啱啱好超遲嘅 sizing 16萬 ，ST 好難受，攞住一個 overpair， 咁我哋從 ST 嘅角度諗下，仲有啲咩牌可以贏到？咁呢個 board 如果佢連打3槍，講緊佢嘅範圍，起碼有 J 或者以上，咁我唔認為莊老師會用好似 A9 咁樣呢啲牌去打3槍。咁出邊有2條魚。莊老師會唔會為咗去搶一個翻倍嘅魷魚嚟做一個連續3條街嘅 buff 咧？
咁 pair 女係咪一個好嘅 combo 去捉雞啊？始終阻擋咗一啲 miss draw， 阻擋咗一啲10女買蛇，阻擋咗女傾。咁但係亦都冇阻擋到對手買花嘅組合，支付咗。打得好啊，莊老師攞咗 ST 3槍嘅價值。你們兩個討論什麼？討論我有沒有牌？加30牌沒關係。我說你能打超炮，絕對不會打滿炮。但我現在有點不太敢打你，人家老說我在背後捅你刀子，說得我有點怕。說我跟你表面是兄弟，趁你上頭拼命打你，我說得很不好意思，好像自己真的做錯什麼一樣。佢哋又喺度討論緊網友嘅留言，啲網友話佢趁譚老闆狀態唔好咧，就係咁揼譚老闆。咁我就唔覺得莊老師有啲咩做錯嘅。咁我哋坐喺台打牌，一定係對大家都唔會留手嘅。呢個係對對手最大嘅尊重。咁翻嚟牌局，面對幾家黏，咁我喺大盲位攞到 King Jack Suited， 咁我就揀 open 咗一個比較大嘅 sizing， 咁我希望將一啲爛牌隔走，隔離到剩翻1至2個對手入去打。ST 揀咗 Lim Raise， 咁我當時我嘅角度去睇呢，我覺得 ST 呢個 action 係幾強。因為面對幾家嘅 Lim， 我喺大盲嗰度 open， 其實我呢個 action 咧都係好強，因為我喺大盲 check back 係一定就睇到個 flop 噶啦，但係我去重新打開個 action， 咁係一個比較強嘅行為。咁佢面對我一個咁強嘅動作，佢都再去 raise 我咧，咁我都覺得佢好強。咁我當刻當然唔知道佢揸住嘅係27 shooter 啦。咁我中咗一個唔錯嘅翻牌啊 ，King 女5彩虹面，我中咗一個 top pair， 亦都有後門花咗，後門蛇咗。咁 ST 打咗一個大概4成左右，咁面對呢個 action 我100% 跟住噶啦，唔會有其他嘅動作啦，亦都唔會話 raise 啊，唔會話去撩大個 pot。咁個 turn 對我嚟講好靚啊，嚟咗一個梅花4，咁我有埋後門花咗。咁同時 ST 亦都 improve 咗一個後門花咗，佢呢個27 shooter。咁佢呢個時候2個路線啦，可以揀去 check back 去 realize equity， 咁佢亦都可以去打攞我嘅 folding equity。咁佢諗嘅就係佢打可以打走我啲咩牌。咁佢呢出嚟打呢，有好處有壞處嘅。好處就係佢有機會直接剔單，但係壞處就係我有機會去 check raise 佢，令到佢睇唔到個 river。咁佢平衡過覺得打着數啲。咁我其實都好多牌跟到個 flop， 跟唔到個 turn， 即係譬如好似 A Jack、A10、10 Jack 呢啲牌，咁我跟到個 flop， 我唔會跟到個 turn。咁 ST 亦都冇阻擋到我棄牌嘅範圍。咁我繼續去跟啊！咁我當時亦都諗，我都係有2條路可以行啊。掉我就一定唔會掉噶啦呢副牌。咁我諗我可唔可以 check jam 啊？應唔應該係 all in？ 咁我平衡過，我覺得 all in 嘅好處唔係好多。咁我諗我應唔應該 all in？ 我會諗2樣嘢。第一樣嘢，我可唔可以俾一啲細個嘅牌去跟？咁我認為唔多。咁第二樣嘢我就係諗有冇啲大個嘅牌會 fold。咁我覺得 call 咧就最着數。咁 River 嚟咗隻狗，範圍上對 ST 嚟講唔係話對佢好好嘅呢隻狗。咁當然我嘅範圍亦都唔應該有太多 subject， 咁仲有 check， 咁我當時都有啲難受，我亦都諗如果 ST River all in， 我仲應唔應該 call？ 啊？人家說我不平衡，有牌的時候捂着嘴，然後我以後都不該的。莊老師話我唔應該跟 King Jack， 話我好容易俾佢踩住。跟6萬。K 勾很容易被那個壓制啊！容易被壓制。我看他好像上頭的樣子嘛，給你打上頭，我都 K 勾放進去搞一搞。咁我唔完全同意嘅，因為喺 ST 嘅位置，咁雖然佢面對我 open， 佢
做一個 lean 3 bet 係一個好強嘅動作。咁但係佢中間都會夾住好多半偷雞嘅牌，即係譬如10J suited 啊、J 女 suited 啊，佢都會咁做。因為如果佢喺窗口位平跟我呢個帶埋嘅 open， 佢好容易帶埋後面嘅其他玩家入去。咁佢呢啲叫做 suited Broadway 嘅牌咧，佢都會揀去 lean 3 bet 去 ISO 我嚟打。我會話 King Jack suited 係我範圍入邊比較強嘅一個防守牌。咁如果面對呢啲 action 啊，譬如譚老闆啊或者黃頁咧，亦都會夾雜好多5、6 suited 啊、7、8 suited 啊，會喺啱啱 ST 嗰個情況做 lean 3 bet。咁我面對其他更激進嘅玩家咧，呢副 King Jack suited 我更加係唔會 fold。咁嚟到一個 multi-way pot。ST 中咗一個 top pair，Peter 老闆用買花喺個莊位拎出嚟打，咁 ST 標準跟住 turn 嚟咗隻 brain card， 對牌面完全冇影響。ST 好唔好彩啊？呢鋪 River 花又到咗啦。咁 ST 連續輸咗3鋪牌，最後一條魚啦。譚老闆同埋 ST 冇魚，呢鋪係 double shadow pot 啦，佢哋 shadow 到8000。Peter 老闆跟一個7、9 suited， 咁我亦都利用位置嘅優勢去防守，button守咗一個 A8 off。頂場同我 same hand。譚老闆覺得我哋幾個黏嘅都冇牌喎，揀用呢個 King 3 off 去搶 ，open 得好大，開咗一個7萬蚊，7萬蚊都係一個好大嘅 sizing。咁呢鋪我同莊老師翻倍，咁我哋額外可以收多3條魚，我哋玩10條魚，額外要俾多6條，即係16條魚。如果呢鋪贏唔到 ST 或者譚軒咧，係要俾3萬2嘅罰金。ST call 咗呢個7萬蚊後手，從譚軒嘅角度睇 ，ST 嘅牌力好封頂，主要係一啲同花連張啊或者細 pocket 嘅範圍。出邊死錢已經多啊，如果 ST 有牌都冇必要再慢打。咁譚軒中咗一個底對，再帶一個後門花咗，冇打 check turn 出隻女 ST 再 check。譚老闆諗應唔應該去下注去保護呢個底對咧？打一個1/3嘅 sizing， 咁我唔相信譚老闆係偷緊雞嘅，佢肯定係覺得呢個底對3係領先嘅，打1/3去保護自己手牌。咁亦都可以 get call by 一啲 worse hand 嘅，例如10J啊、80啊、A4 啊、A2 啊呢啲牌，細個 pair 3，但係會跟呢個1/3嘅 size。咁譚老闆順利攞到最後一條魚，咁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